今日咧就係2029，咁咧首先我代表公司林輝煌服務有限公司，祝大家老細咧就生意興隆啦，打工仔咧就揾多啲啦，留多啲利是啦。咁啊，本公司咧今年就放到年初7先開工。咁啊，放假期間咧雖然公司就冇開工啦。但係本人咧嗰啲 YouTube 啊，佢短片咧都話會繼續逢星期三、1、3、5繼續播放嘅。咁短片咧就唔會停嘅。咁如果大家有一個工作上嘅需要或者有啲突發事情咧，照樣可以 WhatsApp 俾本人，本人都會抽時間去覆返大家嘅。同時咧本公司咧亦都係搬咗去新公司嗰邊啦。咁啊，初7咧就會正式喺新公司嗰度辦公。新公司咧亦都係喺觀塘開源道嗰邊嘅。新公司咧就比目前咧就大咗20%左右啦。咁啊，租金就多咗少少。咁啊，生意啦就希望搬咗新公司，大家老闆繼續關照啊，有生意繼續揾本公司合作啦。需要揾工嘅夥計都可以繼續聯絡本公司，電話咧就冇變到，只不過地址咧就有更改咧。喺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出年見啦，拜拜。